年代咧，我好感謝咧一啲好先進嘅女士嚇，就係黃慶雲女士，佢係回應咗魯迅咧係呼喚嚇救救孩子。其實好多人係一路咧都去咧做救救孩子嘅工作。咁陸續就有人去睇睇咩叫兒童文學啦。咁我哋可以睇下咧，冰心啦、葉聖陶啦、陳百翠啦、巴金啦、老舍、夏目漱石，呢啲都係我哋細佬哥嘅時候咧主要睇嘅作家嚟嘅。特別冰心嘅《紙船》係咪啊？好有感覺咧！冰心到而家仍然係對於小朋友好大影響。我哋有一個特殊嘅背景，好多去到內地嘅時候，好多朋友都會問：你香港係點㗎？你香港咧係咪咧好發達、好先進啊？但我都會話俾你聽，我哋喺香港成長，因為我自己本身係60年代，我係經歷過咧係英式嘅政府嘅管治。我哋普遍嘅感覺係乜嘢咧？英文好重要，但估唔到而家都係咁。新兒童咧，原來咧係許地山先生辦嘅，佢嘅影響係好大好大。陸續都有其他嘅刊物出現啦，咁可能大家會有少少印象啦，兒童樂園。香港因為係一個好受西方文化潮流影響嘅，同埋我哋係屬於商業經濟。自由經濟我哋有好多嘢咧都會同潮流掛鈎，但正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兒童文學居然都係外國入嚟嘅。嗰陣時就會有一啲流行嘅漫畫叫玉郎漫畫，唔知你哋有冇留意？賺好多錢佢哋好暴力嘅，同埋係宣揚即係黑社會幫會嘅幫派咁樣嚇。而教育嘅團體啦，另外社會人士等等咧，都陸續咧就要求咧社會要關注少年兒童精神食糧。由呢個時候開始咧，我哋嘅兒童文藝協會咧就出現啦。兒童文藝協會咧就係承接住咩啊？我哋要為兒童咧創造咧一個好嘅成長嘅環境，同埋要有好嘅精神食糧。嗰陣時政府點樣做得好啊？政府嘅部門啦、教育局啦、民間嘅團體啦、傳媒都係支持傳媒啊。而家我哋最慘嘅咧，政府係支持但民間嘅社團嘅力量好薄弱、好散同埋大眾傳媒有冇支持我哋咧？你問下啲作家就知，冇地方發表，冇人會同你出版嘅。但好可惜咧，因為香港係自由經濟咧。慢慢都係故事、小説，同埋咧繪本好犀利啊！而家我哋基本上咧，我覺得香港係出繪本多。咁我哋亦都經歷過一個黃金期嘅。我哋黃金期裏面，我喺度查，我喺度問同阿嚴太講啦，我想要辦一個關於詩歌嘅分享。哇！佢俾咗個好震撼嘅消息俾我，原來佢係作詩㗎，就叫做一個快樂嘅叉燒包，同阿何子先生有關。佢話見到何子先生食叉燒包食得好開心，嗰個叉燒包裏邊嘅熱情啲人會覺得叉燒包點寫咁殘忍，佢唔係嘅，佢講咧叉燒包裏邊咧係火熱嘅心。俾人食得又開心，呢個咪叫生命咯，係咪啊？佢好好但係唔知點解，我就問佢：點解你唔再出啊？你要有人支持先得㗎。跟住我哋要進入一個好傷痛嘅時期，就係而家嘅困境。97嗰度，因為前途未卜各有各嘅疑慮之下咧，我哋呢個兒童文學創作團隊解散，同埋你留意下呢個團隊係點嚟咧？就係何子先生，佢有一個嘅出版社叫三邊社，佢係出版家嘅地位，然後咧佢係一個兒童小説家。佢嘅離世係有2樣嘢影響嘅，就冇咗嗰個核心嘅帶動人物。
佢太年輕就走咗。三邊社嘅重要係咩啊？就係俾好多機會俾一啲唔同年紀嘅人去做作家。而新亞文化咧，因為佢俾我哋嘅印象咧，佢出咗好多嘢。幼兒咧，佢的而且確咧引入咗一啲嘅新嘅啟蒙嘅形式啦，但係咧，我感覺咧，可能我會對佢期望更加高，我會期望咧更加多文學性嘅幼兒嘅作品，但我睇唔到，而家我覺得好混亂啊！但我真係想話俾大家聽咧，兒童詩歌創作咧，往往唔係出版社首選嘅。咁其中我覺得會唔會係唔了解兒童教育咧？咁我呢度咧舉咗例咧，其實詩歌咧創作咧都係有人係努力緊，例如為兒童編寫童詩啦。我好欣賞咧係霍英博士啦，佢做咗啲導讀，係有啲經典嘅導讀。我要再提一個好堅強嘅詩人，就係關夢南先生。佢而家係都有出咧係小學同埋中學嘅文藝月刊，但係我睇咗佢10月份咧嗰個嘅中學嘅文藝月刊，我就好心酸。佢咁樣寫啊，我卒之籌到2萬幾蚊啊！我哋今年度嘅出版咧無憂啦，即係佢係靠籌款啊！呢啲我哋又要諗嘅，詩歌要走得長遠，有核心人物，我要有出版社。我哋嘅資金係點樣樣咧？呢啲嘅困難啊，其中就係教育改革嗰度啦，嗰個能力導向，同埋所有作品都係攞嚟分析。頭先阿偉亞老師講到咧，童詩咧唔係攞嚟教詞語，唔係攞嚟教語法，係一個感悟，係一個欣賞。係一個聖靈嘅圖樣。好啦，跟住我俾少少展望下，呢啲大家得閒就望下啦。好，李晴，佢係學秀珍嘅中四嘅同學，舊年攞咗普通話同埋唔係廣東話係啦，散文同埋詩詞嘅朗讀冠軍啊，貝殼夢。夕陽悄悄地落山了，夏日海灘洶湧的人潮將推前的山去，天空如黑幕般慢慢皺厚，熄滅了白日的熱鬧，吹上清涼的海風。可是我只是平凡的貝殼，靜靜地躺臥在礁石旁，海沙裏很久看不見陽光，更感受不到海風的吹拂。我只知道舞動不停的白色浪沫，在我四周起起伏伏，在黑暗裏只剩伶仃一個，仍然靜靜地躺着。其實我是一隻漂亮潔白的扇貝，有玲瓏的花紋，深深刻飾在貝殼上，彷彿是偉大工匠巧手的傑作，而樸素是我的衣裳。我想告訴你，我不甘心只是一隻平凡的白扇貝，被埋藏在深海裏。我常懷有一個夢想，請將我帶回家，不
把我串成小巧的風鈴，掛在孩子床前的窗旁，在暖暖的晚風裏，奏起叮叮當當的曲調，伴他做個好夢，在夢中飛翔，飛到遙遠的月亮。